自己觉得也不需要，因为或许上天觉得他们不需要听这些东西，或许上天觉得他们程度还没有到，或者是因缘还没有到可以听这些东西，或者上次或者也自己在想这个问题，或者心里面就想说，那个谁谁谁我没有来，今天这个课根本就是为了他而讲的嘛，为什么他没有来？可是后来听完之后，也是觉得不可以，或者不可以起这个念头。这些其实都在针对后者本身的一些缺失，然后呢而有所感受的。那没有来的，可能是上天觉得他们不需要，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觉得不需要。那我们会发现，跟班跟得很紧的这些浅显，以后就是成就的大部分。跟班跟不紧的，那他可能就是第一这样讲，有也好，没有也好。那有没有关系？其实都是个人意愿，我们也不用去太苛责他人啊。就是或者觉得第一个对自己本身的人，从以前当领任，会一直去要求别人，到现在开始转过来，或者要求或者自己不要去要求别人，那或者相信，等到有一天或者所作所为让前一个人感觉像我们的助理一样，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德性的人，那自然而然追随者就会多。就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他从来没有要求他的信徒什么时间点哪一场法会一定要到现场，其实没有，他就是一样用他的进度不断去讲经说法。那跟着行的人，自然而然就成就为普善。那不愿意跟随的人，那他自然而然就慢慢的来。或者那天听到一个故事，或者觉得非常好，就要跟大家分享。大家有听说过《西游记》吗？西游记》《西游记》的故事在讲什么？西方取经。好，那有几个人要去西方取经？4个人。好，3匹马，4个人加1匹马。好，那或者要请问各位浅显哦，请问这4个人要去西方取经之前，有多少人？有这4个人谁知道要去西方做什么事？有1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唐三藏。其他的3个徒弟都在做什么？都爱跑爱追的，都是扯的啦。我在教人呢。其实都是就是我们都发现，在这样一个团队，一开始只有1个人知道，他清楚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事，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事。其他的人其实不太清楚，一开始不太清楚要做什么。可是最后呢，4个人都成就了。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这样的一场的法会，如果我们跟着紧，就会像孙悟空。就会像猪八戒、像沙悟净一样，跟着他的师父一样去西方取经。师父成就了，当然这3个徒弟也成就。那我们在修办道的所作都很像这3个徒弟。第一个呢，我们会像孙悟空一样，像孙悟空一样孙悟空他的心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心猿意马，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然后呢，常常会帮师父惹祸，然后呢，师父也管不了他。这个时候呢，唐僧他就会用一个方法去治这个孙悟空。请问用什么方法？紧箍咒。对，用紧箍咒。那念什么呢？6字大明。所以代表我们在修办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容易像孙悟空一样。被外在的事物所引诱，想要做这个，想要做这个。今天天气好冷，像今天寒流来，好冷那我不要出去好了。那今天怎么样？朋友少那我不要出去很容易会心猿意马，到处乱飞。可是呢，只有一件东西可以收获我们的心性，这个东西叫做经典。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我们要好好来学习这些经典就是这个为什么显恩师为什么济公老师也常讲他说了，我们在讲课一定要不离经藏，
其实这个研究它可以收购我们的心中，你要好好的去研读这些经典。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很像那个二师兄，像猪八戒一样，会犯了很多的戒律，会犯很多的这个贪啊、懒啊、好色啊等等，会犯很多。那猪八戒有一个特色，就是呢，他不敢背负太多的责任，所以呢，当师傅或者是大师兄给他责任的时候，他总是推脱，我不要，不要找我，不要找我，都可以去找别人，我只想要好好的懒懒的这样就可以了。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很像猪八戒，不是长相哦，是这种心态，都不要都给你。好，我最好我什么事都没有啦，就是想要好好的过日子啊。那有时候压力太大了会怎么样？会躲起来。所以猪八戒在故事里面，他偷偷跑回去他的这个梦乡好多次，把自己包起来，然后开始呢就喝酒，就吃肉，然后就开始身边有一大堆的美女陪伴他。那这个时候，大师兄就出现了，大师兄就跑去他们家，把猪八戒抱出来，继续跟着老师跟着唐僧一起修班上。那我们大家也很像孙悟空一样，为什么？因为浅浅如果压力太大了呢，会躲起来，立即不安排我不想要出去，我觉得好累哦。去佛堂你们就是派事给我做，我觉得我好累，我不要，然后就躲起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各位菩萨呢就会到他们家去，跟他开导他啊，就是跟他再聊一聊，把这些心结打开啊。那打开了之后，这样呢，他就一起都回到那个团队。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很有趣，有时候就像大师兄，那有时候呢又像二师兄，那更多的情节是像那个大悟净。我们会发现，包括有人喜欢看《西游记》嘛，尤其是看电影，不管是周星驰还是什么，就是电影啊。那或许发现大悟净，中国这么恭维，可能2个小时他只讲4句话。他说哦，这个大悟净就喝茶，然后我们恭维然后看别人热心，然后不给他开了。但是大悟净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优点，他的优点就是正向承担。就说哎，大悟净，我们一起来做什么事好不好？他总是说好，师父是，我们走。哎，大悟净，我们来做什么事？好，大师兄听你的，我们走。他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推诿，你叫他做什么，他总是说是，走，好，我们来一起做。所以或许觉得我们很多老菩萨都像沙悟净一样，那我们也要像沙悟净一样。就是当我们的解团师啊，当我们的助理啊，当我们的女生啊，或是当我们的办事人员交办事情给我们的时候，其实就去想一想，沙悟净中国他要中国人来，他到最后也成就了，因为他永远都是有一颗欢喜心，好吧，我们走，而不是好吧，是好，我们走，是很积极。